今年差不多炒偌济啊？渔哦，获量那以过去来炒哦，差不多差要到8成。极端气候影响，渔民朋友现在渔获比较过去，大约只剩2成左右。尤其今年接连几个台风侵袭，导致渔船难以出港作业，渔获量更是锐减。渔会理事长方玉峰表示，期盼政府能给予更多支持，协助渔民渡过难关。最近渔获量真的太差，台南市现在的渔获量太差了，所以有这个柳放的计划，希望政府多多支持这个柳放的计划，因为现在的都是双拖的，把一些鱼都抓光光了啦，大小都抓光光了，政府要想出一个解策，一定的办法，要双拖的这个要解决啊。看到渔民的辛酸，台南市区渔会20日在安平港举办鱼苗放流活动，希望恢复渔源，同时也呼吁渔民朋友未来捕捞时能依规定尺寸进行，让海洋资源得以永续。我们台南市已经睽违10几年以来第一次的放流活动，而且这次非常特别的是由渔民自主船队，然后跟渔民一起协助合作，然后再加上台南市政府以及海洋委员会，还有农业部渔业署一起为我们辅导的这个活动。那我们希望透过渔民自主的带来，帮我们的那个台南市这边的沿海的海域带来一个更不一样的一个那个永续环境的一个宣言，希望能够带动我们整体的渔场能到回到那个往日的一个繁荣的状态。主要是因为台风过后之后，有一些物种它就好像消失了一样。所以像凤螺这些，它就几乎消失了。然后我们希望也透过这个放流活动，呼吁渔民能够我们在捕捞海洋生物的时候，将我们的尺寸规定好，希望能达到一个永续捕捞的一个那个观念，能落实在渔民身上。南市区渔会这次放流的鱼苗有黄金鲳、凤螺等经济性鱼贝种类，期盼复育成功，来年渔获大丰收。渔会强调，透过产官合作，推动海洋富裕，不仅能改善渔民生计，也让环境与资源永续发展，呼吁国人共同珍惜海洋资源。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